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2，箴言11章3節安尼講：正直的人有誠實得引帶，詭客的人因為奸詐地到毀滅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做正直的人，通互誠實來引帶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願滿心敬畏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向你獻上最深的敬拜甲尊重。主啊，你是永活永在的全能上帝，你的智慧遠過諸天，你的信實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！諸天講起你的榮耀，穹蒼保養你的作為，對永遠到永遠，你是上帝。主啊，在這充滿誘惑甲試探的世代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當誠實需要付代價的時，求你賜阮勇氣；當正直遭有誤解的時，求你賜阮堅忍；當世間人行歹路，用欺騙來行的時，求你予阮悠然選擇遵探你的旨意，真做正直的人，予誠實引帶阮來行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